你以為自己嘅反應係小題大做，其實係你嘅童年學翻嚟嘅生存方式。心理學入邊講啦，內在小孩嘅傷咧，通常係來自三樣嘢。第一，童年依附出現裂縫。如果細個嘅時候缺乏安全感，成日驚父母唔開心，驚自己唔夠好，你成年後咧就會怕被拒絕，怕衝突，好容易內疚。呢啲唔係你選擇嘅，只係你細個嘅時候學識嘅生存方式。第二，情緒被否定。細個每次喊驚唔開心，大人都會同你講唔好喊啦，你太敏感啦，冇事冇嘢噶。你嘅小孩咧就會學識咗，原來我嘅情緒並唔重要。長大後就會變成壓住感覺，唔敢表達，笑住頂硬上。第三，內在信念受傷。童年經驗會變成自我信念，例如我唔值得被愛啦，我要好乖先被接受，我唔可以麻煩到人。呢啲信念會一路去到你成年、工作、親密關係，成為你情緒痛楚嘅根源。所以內在小孩嘅傷咧，並唔係你奇怪，係你太早學識咗要自己捱。如果你聽完之後就會覺得我原來咪無端端會痛，咁你已經踏出咗療癒嘅第一步。試下喺下邊留一個我想明白自己，或者直接 DM 我睇下我點樣可以幫到你。